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斗阵来学台语白话字。咱即摆是伫即个网络线顶来看即个影片吼。咱若是会当有即个纸本吼，就是即个喙讲台语、手写台文即本册的纸本来搭配来做伙用安尼可能会当帮助各位来学习吼。咱喙讲台语、手写台文即本册呢。是由咱台南的即个阿西亚国际传播社来出版吼，嘛欢迎各位会当买即本册当去来家己来学习即个台文的书写吼。咱即本册顶头嘛，佫有附 QR code，有即个线顶会当听声音。到时呢，咱有纸本，佫会当即个线顶透过 QR code 来听即个声音，佫搭配咱即个网络 YouTube 即影片的讲解呢，我相信。咱各位若只要有心来学呢，应该会当短短呢，伫几点钟的时间内底，对着即个台语白话字就会当学甲真熟手安尼吼。好咱即个白话字呢，伫遮呢，咱要教的即个白话字是啥物呢？即个白话字就是台湾字。过去呢，古早呢，嘛有叫做教罗或者是教会罗马字吼。伊早期是由即个传教士所研发，来到咱台湾已经用100外冬的即个传统的罗马字吼，嘛是咱台湾的文化资产吼。这呢，即部分咱时间有限，咱伫遮咱就无要阁详细介绍。不过呢，咱各位即个朋友呢，若有趣味，会当详细呢去买相关的册吼，像讲即个。找找台湾字的故事，探索台语白话字的故事呢，即有台语、华语、佮英语3种语言来写，来介绍咱台语白话字的即个故事，佮有呢，咱嘛即个台语台湾文学的金选集，伊这拢是甲1920年代以前呢用白话字来写作出版的即个作品呢，佮竞出来。甲编做一个选集，会当互咱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当搁较熟手来了解着即个过去的即个白话字的相关的文学作品甲伊的文献搁来这是即个台语白话字的文学选集，这是伫2011年所出版，这呢分做即册即套呢有分做5本册啦有。即个论述的、翻译的、小说、诗歌、甲散文5大类，这有原文白话字，嘛甲即个汉德的即个对照，会当互咱做参考所以咱若是对着即个白话字有兴趣呢，会当另外去买册，或者是咱另外伫 YouTube 顶头嘛有其他的即个系列，会当来甲看来学习啦另外呢，有的人咧问我万罗是啥？万罗呢？这是教育部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就是伫2006年呢，由即个中华民国教育部所公布的即套拼音方案这简称做万罗咱一开始爱先甲这这名词甲呼噜清楚，较袂火气啦咱即个影片内底要教的白话字，就是台湾字，就是教会罗马字，但即摆咱较无要讲。教会罗马字，因为呢，早前虽然是教会伫用无毋对，毋过到即摆呢，已经毋是干那教会内底人伫用真侪教会以外的人嘛拢有伫用，而且呢，即套白话字嘛已经真做是台湾的即个文化资产啦是全民所有的国民共有的一个文化资产好接下来呢，咱就要来讲即个白话字要咱来读甲写。即个白话字大先呢咱得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讲语序、音节、音素即3个呢是有啥无共语序、音节、音素咱即摆用即个来做例啦咱即摆看即呢即个佚佗佚佗咱台语讲佚佗即个词呢，这是一个词佚佗这是一个词即个词伊分做2个音节。佚甲佗即2个音节所以这是即个语序有2个音节佚即个音节呢，伊佫会当切做3个音素佗呢，
即个音节伊会当切做2个音素，所以伫遮呢，佚佗即个词呢，伊拢总会当切做5个音素，啊，即5个音素就是遮，咱为画5条红线的底顺这这就是伊的即个音素啦，所以佚、有、此、伊、的，即3个音素，啊，搁来佗，伊有一个佗甲22个音素，啥物是音素呢？音素英语叫做 phoneme，伊是会使区别语义的上介细的语音的单位啦，伊是会当区别语义，佫是上介细的语音单位，这呢，详细就是各位若趣味，会当去看语言学相关的册了解即个 phoneme。简单讲呢，咱台语内底呢，要学即个罗马字，伊甲音素的概念，甲音素的概念，咱会当甲结合做伙咱理解清楚的时阵，咱即个罗马字就会当真清楚来甲占好势啦，即个音素呢，伊会当分做2大类，一类是母音，一类是子音啦，母音甲子音，母音就是 vowels，子音就是 consonants，伊有即2大类，咱台语的音节的结构呢，咱看即个表啦，咱台语，甲即个越南话啦，种华语啦，甲客语啦，大概伊的结构差不多，类似，大概呢大方向拢差不多是安尼，就是一开始有一个音节头，一个红色，一个音节头，搁来是个韵母，有一个韵的韵母，即个韵母内底呢，伊上重要的迄个核心。叫做 nucleus 核心，伫核心甲音节头中呢，有一个叫做介音啦，一个 glide，一个介音。伫核心后壁呢，伫韵的上尾呢，咱叫做韵尾，叫做 coda，这是一个韵尾，上顶头则搁踏一个超音段的即个声调啦，这是咱台语的音节的结构，咱即个结构爱了解哦，了解了呢，另讲咱要写即个罗马字。就会当较清楚咱即摆用即个中华的中，即个词来做例啦，中，你来看，伊遮呢 CHIONG，伫中的时阵呢，伊拄好，伊有核心，有音节头，嘛有介音，嘛有韵尾，拄好是上完整的一个音节的结构，但是有当时呢，咱的音节内底伊有可能无韵尾，伊有可能无韵尾，嘛有可能无介音，嘛有可能音节头无啦，足侪种情形拢会有啦，伫台语内底呢，咱即4大部分，就是音节的结构内底，即4大部分呢，伫音节头内底，所有的子音拢会当出现伫遮，所有的子音拢会当出现，若是介音呢，伫咱台语内底呢，干那2个。用白话字来写的时阵是伊甲 o 即2个，用白话字来写是伊甲 o 即2个啦，你若是核心呢，咱台语的6个单母音拢会当出现伫遮，6个单母音拢会当出现伫遮，就像讲啊、i、u、a、o、即6个拢会当出现做核心 nucleus，若韵尾呢？韵尾大概有即几个啦，伊会当佫分做两小类，后壁即个 i 甲 u 呢，这叫做半母音啦，semi vowels，半母音啦，伊原底母音，毋过伊放伫尾仔遮呢，伊迄个母音的迄个曲势呢，迄种弱化去减一半去所以叫做半母音啦，伊有 i 甲 u 即2个，佫来。另外，伊即个子音呢 ，consonant 呢，有即7个，会当出现伫韵尾。7个呢，对7个呢，就 b、d、g、h、m、n、ng，即7个伊会当出现伫韵尾。即7个子音呢，除了韵尾位置会当出现，音节头嘛会当出现啦，所以即个表呢，这是咱台语音节的结构，就是讲。伫即个音节内底，啥物位置伊会当出现啥物款的音素，
出现啥物款的文字符号，伊是有一定的规则，即咱台语内底就是安尼，所以呢，咱要学台语的拼字、罗马字，基本伊的概念就是拼音呢，就等于是音素的排列组合啦。就是你伫即个表内，你安尼排列组合，伊看安怎排，有诶排出来有实际上的语义伫诶，有诶无语义，基本上伊会当出现伫啥物位置是一定诶，譬如讲像韵尾，就一定是敢若即9种诶音素会当出现尔，即9种以外，伫咱台语内底是无可能出现。当然，伫无共语言是有可能诶，譬如讲伫越南话内底，伊就佫有其他诶字音会当出现伫韵尾，但是咱台语就敢即几种尔，所以咱就爱记。所以咱要学台语诶罗马字，简单讲啦，迄就是排列组合啦，音素诶排列组合，你着爱知影讲每一个位置，伊会当出现啥物款诶音素，出现啥物款诶文字符号，咱着记起来，安尼就对啊。所以这是基本诶即个罗马字拼音字诶即个基本概念啦，接下来呢，咱着来讲台语诶母音啦，台语诶母音呢，咱先讲单母音。单母音就是单独诶 simple vowels，就是孤单一个母音尔，咱台语真单纯，就是敢若即6个尔，是对6个，就啊、i、u、o、a、即6个尔，即要怎记？你着记讲啊、i、u、o、a，即 o、a 顶头若一学，所以着啊、i、u、o、a、学，你着安尼甲记起来，就敢若袂即个啊、i 呢，伊有一双 o、a，一双乌色的即个护拱，若一学，你着安尼甲记起来，着即6个字母尔，即内底呢爱记一个即个 O 遮是佫有一点这毋是弧形雕伫遐这是 O 顶头佫有一点，即个读作 O，若无诶呢，这读作这咱较等下后壁咱就会来介绍啦好，接下来呢，咱就来讲即个字母咱为即个母音诶部分来介绍啦来，咱即摆来看一下这是字母卡即个呢，咱读做啥？咱若看到即个，咱就爱读做啊，这读做啊味的duck即个啊呢，你若看伊的外形，甲即只生得足像的，对无所以咱若看到即个字母，咱就爱读做啊，这读做啊所以呢，来，咱即摆请咱即个学员呢，咱做伙来念啦来讲嘿对来，咱搁一摆咱加念几届自然呢，咱就甲即个字母会晓记起来咱伫学即个字母的时阵呢，尽量咱拢是全部拢是罗马字的环境，安尼来学较会紧。你毋通搁计较搁甲写一个汉字，还是写一个注音符号伫遐，迄拢妨害着咱的目睭的视野你着直接用罗马字就好这这是因为一般咱即个动物呢，尤其较细只动物，佫会加一个啦所以这是佫来佫一个所以听起来呢咱的发音就变念较长去你书写是写做安尼佫加一个所以你若鸡呢，就鸡佫加一个所以就变做鸡来，咱佫做伙念一届嘿对，真好咱即下来补充一个啦话真侪人讲即个字母是安怎这读做伫英文字敢毋是读做 A， 是安怎咱台语读做是毋是安尼咱台语的罗马字会妨害着人学英语？其实呢是无影啦，是无影，迄是咱对英语的误会啦。其实呢你也看英语内底呢，咱爱注意咱念 ABC， 迄是啥？迄是英文字母的名称啦。咱咧念ABCDEFG， 迄是 A 即个字母，伊的名称读做 A。
但是呢，迄个字母伊对应的发音，吼，你看即个字母呢，你要读做啥物音？迄叫做对应的发音，吼。啊，这甲伊的字母名称是两件无共的代志哦，是无共的概念哦，吼，所以这咱得爱分得清楚哦，吼。所以你也看伫英语内底，你也看 father 老爸，fa 伊嘛是读做啊，对无？嘛无毋对啊，甲咱台语啊嘛无毋对啊。颠倒是英语内底较复杂小可，伊定定呢一个字母有几啊种的无共的对应的发音啦，吼，你像讲 at， 吼，伫倒位 at， 吼，即个时阵伊即个字母着去读做啥？读做 a 啊 at， 对无？吼，伊着无贴做啊，啊，但是 father 时阵伊着读做啊，对无？啊，过来，你来看 a little bit，a little， 即个时阵伊着去读做啥？即个字母伊着去读做 a， 吼，啊，过来 afternoon， 下晡 afternoon， 伊着读做 a， 吼，佫无共去啊。啊，过来 all， 吼，逐个 all， 即个时阵佫读做 all 呢。所以你看英语内底平平一个字母，毋过伫无共的语序、无共的场合，伊的发音是无共的，所以是英语较乱。但是咱台语呢，大多数95%拢是一对一，就是一个字母对一个发音，啊，一个发音对一个字母。即种现象伫咱台语差不多95%以上啦。大多数会使讲大多数拢是一对一啦，所以单纯是加足简单的。所以伫咱台语内底呢，吼，你若看了这就是读做啊，吼，啊英语读做 a， 迄是字母的名称叫做 a， 但是伊嘛是有读做啊的时阵，吼，所以咱着爱了解啊，吼，毋是咱台语迄间冲着哦，吼，毋好误会哦。当初时设计台语罗马字的遮个传教士，因逐个拢是讲英语的呢，因的母语拢是英语呢，吼，因拢来自即个英国。啊，无着加拿大，啊无着美国，拢是讲英语的国家呢。英语是因的母语呢。伊袂讲吼，雕工设计一套甲英语单冲着的即个书写系统啦。吼，所以咱毋好误会。吼，来继续吼。来拄则啊呢，好来，过来即字，即字咱读做啥？即字咱读做伊，吼，伊啊伊，吼，伊啊伊啊伊伊伊，吼，所以咱看着即字呢。咱着读做伊，吼，啊，即个来，咱做伙来念一下吼，伊啊，吼，咱做伊头仔伊吼，啊伊啊，通常咱台语加一个啊，就是较细的物件吼。来，伊啊伊啊伊伊伊，伊啊伊啊伊伊伊，吼，这是读做伊，吼，啊，即个呢，共款吼，有的人讲，安那毋是读做爱，吼，即若毋是读做爱，共款哦。咱毋好误会哦，吼！I 伫英语内底，吼，迄是字母的名称，安知吼？即个字母伊读做 I， 吼，啊你念 IJK， 迄个字母的名称叫做 I。毋过伊对应的要发音呢，其实伫英语内底嘛是拢读做啥？嘛是拢读做 E 啊，吼，咱来看 it、this、is， 你看英语内底这是毋是拢读做 E？无毋对，吼，所以咱毋好误会哦，吼。你像这英语内，你敢会念做 it， 哈，还是讲 nice、ice， 袂啊，拢嘛 it、this、is， 对无？哦，所以咱毋好误会。其实台语罗马字也好，你对即个英语啦，还是讲其他的用罗马字的这个文字的学习，其实是有帮助的啦。哦，尤其譬如讲，你若要学越南话，迄嘛是拢有帮助。也是讲要学即个印尼话，吼，因拢用罗马字来拼字的，拢是有帮助的，吼。啊，过来，咱来看即字，吼。啊，即个呢，有，啊，有，吼，这是骹头有的有，也是讲久，啊，即个久了必说的久，啊，也共款爱记住哦。英语读做 U， 迄是字母的名称哦，吼，所以爱记，这是读做有。龜吼，做烏龜吼，也是講即個紅龜粿龜吼，即、這個有吼，即字讀做有哦吼。來，咱共款吼，咱做伙來念一下吼。龜龜有，嘿，吼，來擱一擺吼。龜龜
嘿，安尼真好吼。啊，过来，咱来看觅吼，即个字母呢，这是一个乌，安尼啦，伊的正边的顶头则佫有一点乌乌哦，爱记才有一点乌乌，一点乌乌，所以即个读做乌，安尼知吼？咱来看这圆箍仔正边则佫有一点，这着读做乌，吼，伫咱台语内底读做乌，比如蚵仔，乌，即个蚵仔呢，真好食的即个乌，蚵仔。乌第七声所以这是第七声的符号，乌乌所以这有一点的爱记是乌你来记伊有美人计乌一点，所以读做乌来这个呢，咱再来读一下来乌仔乌仔乌乌乌，乌仔乌仔乌乌乌，嘿对所以这字爱读做乌这是拄开始可能有的人较袂惯势你着甲记起来就好过来呢，即个若无乌一点的呢，看起来做成啥？做成蚵仔所以 oyster 蚵仔，所以呢，即个 oyster 蚵仔呢，这读做蚵即个腔口呢，咱南部较明显台南、高雄蚵的音拢足明显，但是你若中北部的学员，可能即个拄开始会分较袂出来无要紧，加听几届，加练几届，自然就会熟手这是英语内底迄个刷较挖中央下骹的一个音啦刷的音啦即读做蚵仔煎的来，咱做伙来读一下蚵仔蚵仔蚵仔真好来，过来呢，即个字母咱读做啥？即个字母咱读做 A A 也落伫 A 也落伫 A 迄个 A 也是讲穿鞋迄个 A 所以鞋呢，鞋咱穿鞋这是即个声调符号鞋这是第五声鞋鞋所以即个呢爱记读做 A 共款有个人讲这毋是读做伊，英语毋是拢读做伊，对吧？伊是字母的名称，对无？但是呢，伫英语内底呢，大多数即个字母伊对应的发音是啥？是 A 譬如讲，英语内底鸡卵的英语要安怎讲 ？egg egg 对无？咱念 egg 你敢会念作 egg 袂所以呢，即个字母伊是读做 A。过来，你英语内底讲大象 elephant 你嘛是读做 elephant， 嘛是读做 A 你敢会念做 elephant 袂所以爱记住即个字母，咱读做 A 来咱即摆共款咱做伙来念一个鞋仔鞋仔 A A A， 鞋仔鞋仔 A A A 好来真好所以呢，你来看有简单无？咱台语6个单母音都是遮简单，原理咱若了解，就足简单的啦毋是偌困难的代志来，咱即摆做伙来复习一下咱要哪记即6个单母音？你阿姨有乌下乌下顶头哪一学，所以就是阿姨有乌下学安尼就即6个字母，遮尔简单过来呢，咱爱记住伫即个单母音内底，咱拄则讲的遮是拢无片音的啦但是咱台语呢有即个片音这嘛是咱台语的真重要一个特色所以咱台语内底若有片音呢要安怎来表示？咱就是用一个正手边的顶头呢有一个上标的 N 来表示片音你像讲即个顶头即个佮加一环，迄第七声是咱水饺内底有包肉粽内底嘛有即个这是第七声这是有片音的过来这着第一声这嘛是片音过来红你若无片音就变
a 吼，啊若有鼻音就啊，过来共款吼，话讲红圆吼，还是讲圆啊，吼这是有鼻音的吼，所以这是即个鼻音的符号。咱只要伫单母音顶头甲加即个上标的 n 呢，伊就变做鼻音吼，啊，这是较好的啦。啊，有的人讲，啊，教部用做 n，迄种迄算是变通的做法，吼，就是讲咱啊拍字无方便，还是讲无法度标上标的 n， 当然你用 n，OK， 迄是一个变通的方式。但是呢，你若是会当拍字台语的即个输入法无问题的时阵，用上标 n 会较好势。吼，你像讲白话字，伊试用几百档的啊，为虾米白话字伊也是用上标的 n？ 因为咱台语的鼻音呢，伊这是一个 suprasegmental 超音段的符号啦，吼，伊毋是独立的音段，伊是爱踏伫其他的母音，吼，踏伫其他音顶头呢，伊袂当单独出现的啦，所以呢，你若是甲单独甲写出来的时，比如你写做 n 吼，会互误会去啦，会互误会，当做是一个音，读做无共的发音。安尼啊，上标表示讲伊毋是单独存在，伊是伫原来，譬如讲即个伊是伫变做鼻音，迄个鼻音你若无啥法，你着甲鼻仔小停一下，或者是你若是塞鼻感冒塞鼻的时阵呢，鼻仔小塌掉，你个鼻音就走出来啊，所以伊迄是超音段，伊毋是独立的音段啦，所以这呢要是用上标的符号来用是较好势啦吼。好，这是即个台语的鼻音的符号啦吼。好来，咱即摆呢，咱来即个复习一下吼，就即6个单母音呢来综合来复习一下吼。咱就用即6个字母来排列组合吼。来，阿姨有伊啊，这阿姨呢，伊的边仔呢有一条伊啊，所以阿姨有伊啊。过来，伊啊有阿姨。伊仔的边仔呢，嘛有一个阿姨，所以伊仔有阿姨，咱就用安尼，用全罗马字的、全白话字安尼来做练习，安尼效果上好。千万毋通搁标汉字，还是标即个波泡沫的注音符号伫遐，咱就用全罗马字，安尼效果是上好的吼。过来，这是啥？阿姨有乌鞋，过来阿婆有蚵仔。即个时阵咱就搁加一个“婆”的音落去吼。阿婆有蚵仔，阿婆的边仔呢有蚵仔，来，咱搁做念一解吼，来，阿姨有乌鞋，阿婆有蚵仔，真好吼。过来，这呢，阿爸爱蚵仔，妈妈也爱蚵仔，这阿爸爱蚵仔，妈妈也爱蚵仔，安尼加练几下，自然就熟手啊吼。过来，接下来呢，咱来讲即个拼字的练习，复母音的练习吼。啥物叫做复母音呢？复母音就是2个或者是3个单母音甲夹做伙，譬如讲像即个呢，这是2个单母音甲放做伙，甲念较紧的，本来是啊甲伊2个单独的音，甲念较紧的。i 念到尾啊，就变做 i， 所以呢，即个咱就读做 i 爸叫母的 i 叫的 i， i， 安尼也是有，甲念较紧的嗷，地嗷的嗷，所以即个呢就念做嗷，地嗷的嗷，嗷，过来，你像讲伊甲啊，甲念做伙，伊啊呀，呀，是安怎的呀？过来，伊有，面悠，优秀，伊有，这个读做优。过来呢，伊学腰，伊学腰，腰子，腰笑的腰，
所以来，咱搁为顶头再念一解吼，呀、u、腰，这就是服务音吼。过来，你若u 甲 i 连做伙，念较紧诶，u i 威威风，真威风，迄个威，也是讲威，腹肚威，威做做诶威，u i 威，威，这读做威。过来，即个呢，咱要读做啥？伫遮诶时阵，即个呢，咱来读做 o a 哇 o a 哇，咱拄则呢单母音诶时阵，即若单独一个呢，咱是读做 但是伊后壁若佫有接其他音素诶时阵呢，定定伊遮拢会是读做 o，变做 o 去这是咱台语诶音韵诶现象。所以伫即个时阵，咱来念做 o a 哇，哇，你若加一个我，就变做我，我，你我伊诶迄个我，我就是我，我我，这是哇，哇。若 o a 夹做伙呢 ，o a 话，讲话话声的话，电话的话，话 o a 话，画图的画，这读做 o a 话，过来，咱拄则讲 i a 对无？若是佮加一个呢，这就变三母音，就三个单母音放做伙，叫做三母音啦，咱台语的服务音内底上济的、上悬的时阵，会当有三个单母音甲夹做伙，变做三母音这呢，咱读做 i a u 枵，念较紧的，共款枵，甲 i a u 即三个母音呢，念较紧的，变做枵，枵，腹肚枵的枵，腹肚枵。过来，这我若佮加上一个 i 呢，变 y， y 哥饲出来的 y， y 哥y， 这个 y， y 哥y， 以上呢，这是咱台语的服务音啦，拢总有这10个，这个表呢，来咱佮做伙一解甲复习一下啦，啊、嗷、呀、u、腰、枵、威、哇、话、歪，好，这是台语的即个服务音的部分啦，最后呢，咱来注意一下，诚侪人问讲，是安怎咱白话字，比如我呢，是写做即个 o a 哇，为什物到后部的慢落呢是写做 u a 哇，即两个拼字无共呢，是啥物原因？咱即摆呢，咱就来解说一下，即个照讲呢，咱台语的白话字是较符合台语的音韵的现象啦。因为譬如讲咱咧讲我是台湾人，迄个我是咱喙是开较开的，直接就开较开所以你要看即个 IP 的即个图内底呢 ，o a 因两个是较接近的，喙就是开较开我安尼是较合理啦你若到后部呢，伊即个 u a 哇呢，即个变做啥？这是北京话伊的发音的特色啦。伊的喙形爱为细向变较足大，但是咱讲话呢，咱台语讲话无遐合。咱台语讲话是喙本来就开较宽，所以若就语学来讲的时阵 ，o a 哇是较符合咱台语的一个特色啦以上咱就简单做一个说明